大家好，我係寶雲中醫嘅賴醫師。成日有病人同我講，醫師，我出去做衝擊波做咗10幾次，每次都好返幾日，之後又痛過，點解斷唔到尾呢？衝擊波係咪真係萬能？點解你嘅痛症成日復發？今日就同大家拆解呢個問題。衝擊波係一種高能量聲波，可以穿透皮膚，直達深層嘅筋膜同肌腱。佢主要做到鬆解黏連同埋促進修復。長期勞損會令筋膜同肌肉黐埋一嚿，形成筋結。衝擊波就可以將啲黏連打散，同時可以刺激局部血液循環，喚醒身體嘅自愈能力。問題嚟啦，既然衝擊波咁勁，點解做咗好多次衝擊波，痛症都斷唔到尾呢？原因好簡單，衝擊波只係處理咗結果，但冇處理到原因。我舉個例子，如果你嘅膝頭痛係因為臀部肌肉無力，令膝蓋受力唔平均，久而久之形成筋膜勞損，衝擊波係可以打散膝頭周圍嘅黏連，暫時減輕痛楚。但只要你嘅臀部肌肉仲係無力，你嘅行路姿勢仲係唔啱，膝頭好快又會再次受壓，痛症自然會返嚟。另一個常見情況就係如果你嘅痛症係源於關節錯位，衝擊波更加無能為力，佢打唔返正你嘅關節，亦調整唔到你嘅筋骨平衡。所以衝擊波做到嘅係治標，暫時緩解局部問題，但治本就一定要揾出並解決真正嘅痛點根源。呢個就係衝擊波做唔到嘅地方啦。我成日都會同我嘅病人講，2天無效換醫師，如果有效繼續醫，因為中醫治療嘅價值在於真正幫你揾出問題同解決問題，而唔係單靠一部機器。中醫會透過問診同觸診，了解你肌肉嘅張力、筋膜嘅狀態，嘗試揾出可能嘅問題根源，而唔係淨係處理你覺得痛嘅地方。如果問題涉及肌肉無力，中醫會建議你點樣強化；如果涉及姿勢錯誤，就會幫你分析同糾正；如果涉及關節問題，中醫會用相應嘅手法處理。咁係咪衝擊波完全冇用？當然唔係，衝擊波係一個非常好嘅輔助工具，尤其對於慢性深層嘅筋膜黏連，佢可以好快咁幫手打散個結，為後續嘅手法治療創造更好嘅條件。最理想嘅治療方案係由中醫師先診斷，揾出真正嘅痛源，再配合衝擊波輔助，鬆解深層黏連，再以中醫手法推拿跟進，調整筋骨平衡。中醫亦會根據患者體質同情況，可以配搭針灸、艾灸、拔罐、中藥、藥理去混合治療。如果你嘅痛症都係一直都斷唔到尾，歡迎嚟寶雲中醫，我哋一齊揾出真正嘅痛源。如果想學更多中醫智慧，記得追蹤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